今年年屯田丘的因来因上所无感情的哟。桃园新武乡农会为促导健康民众屯土地，办理土米文化生发强的活动，希望透过四季无共用的耕种体验，向民众行业田丘接近土地，关心环境。先前一年屯台湾农村的老田水，用加白日本农村热田委员会送虫的仪式，太人设置看能灯笼靠路打鼓。顶田丘一转，表示讲屯唔好会虫的脚走，要求风俗。向下来看下先。风溜溜的，无为腾风摇啊来摇啊去，渐强的波浪看到人开向地价。桃园新武乡是台湾北部地区重要出产米的所在，4天的面积3000人公顷难发，可所有密度的好名声。你新武乡来讲吼，保的面积吼是全省体态吼，你保的面积差不多有3000人甲吼，到以前忙复耕的以前哦是差不多1000人甲，到了复耕，差不多复耕有1000甲左右。所以讲你农民的习惯大部分来种，全部种无吼，所以讲你农民了复耕就1000甲，大地全部来种无。新武乡农会大帮野菜地特色，办理土米文化生发强的活动，提供5分地本民众来应用。透过实际体验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1年4季无共用的耕种势头，可见团人行耕田丘。有的小朋友去问你讲，你你当你学判系读来落，所以讲本间来了解，你了几只读插秧，读顺天水，读你收获了部分来本间全部来了解，所以讲你来判了种的活动，不然你民众来了体验你农村的生活安样型。让外地的人来对开一般平常时冇法度来天都老了的人，来熟悉个天个耕种的情形的人呐，利用办法通，来叫人吐过来，不叫人体会一下，我认为你那当好的一只法通了。用长的下去绕你的大头娃娃的身体，那先绕手还是先绕身体都可以。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用。喺线上嘅指导下，参加活动嘅民众用棍手做出改良嘅无干嘢，其中几道如系头一摆做。第一次带着小朋友一起来，想说体验一下，是先把他那个手跟身体用这个缠起来。对，目前正在努力完成当中。你刚刚帮忙做了什么？稻草人。是稻草人的什么？手。那会很难吗？不会。那你喜不喜欢来这边玩？喜欢。一长串看人设置从嗲嗲的男人流行百度打扮出来嘅火锅人，并睇田球看，每个火锅人就无相同，有嘅有重重嘅耳光，有嘅用一批一批嘅树叶被穿出重重嘅头脑膜，看起来怪正。剪一个那个树枝，然后让它插上去呀。所以它是鹿有角，是不是？对。你以前有做过稻草人吗？没。那做稻草人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围巾是用纸做的。那你怎么会想让它围围巾？因为这样子比较可爱。暂时还是要点火把，灯笼可以打开，灯笼可以打开。马路来准备好，第三组到这边。今暗时头，国泰青年准备爱老田水，加拜新武乡农会含屯台湾农村的老田水，屯日本农村一田送虫仪式嘅合共下，太人设置昆仑灯笼、靠路打鼓、顺轮田球行一天，表示爱玉就开创为有好年动。春天水是讲你农民对10天以后，差不多就将年内必结的是春天水。春天水嘅意思是讲，确保你俩无健康的生长按样去含摆
嗰種嘅收成就會好，所以安尼要結下呢沖送，不過安尼我嘅熱身吼，家庭會要到平充回，所以講安尼你係是本一般民眾來了解吼，安尼農民除了種我嘅期間吼，家庭會拄到當到嘅平充回。禮拜幾用就沖送了發動，其實佢係從日本嘅一隻嘅字典嘅隻發動吼。啊，雖然你係發動嘅發言係日本，但是佢來到你心目內，其實若係要達到一隻目的，本應大家咧真正去了解，啊，你用因真正佢用因今日嘅用途度來，係為了啲天啊，吼耕種啦，也係攞嗰條厝嗰條蔥啊，嘛東西，啊是為了嘛係一隻當好嘅目的啦，係方法安樣啦。雖然係體重下態，唔過做出無耕種嘅亞洲人，大部分發通天日，為九萬起，限體老師拄好路條白嘢日嚟形容嘅各位。亞洲咩係耕田人啊？唔過差唔多唔記得咧，唔過嗬，你啱嘢做一擺嗬，真有意思。生意咩唔是啱人做過，真有意思。意思就讓我們換回以前的農田生活。主要就是讓小朋友了解農夫種田的辛苦啦啊，那讓小朋友體驗一下農村田園的生活。日頭落山呢，田球嘅業務會能愛正式開始，大家操睇田球行，向樹也按好탕按三嘅業務。很久沒有這樣在田裡面，除了小時候，至少有10-20年沒有這樣子，對吧？就很舒服啊！現在晚風這樣吹就很舒服啊。當然行開都市行業田球，談論48節無共用嘅耕種生活，實際去做開路田種行嘅人做按到馬嘅事。新屋鄉農會希望大幫按呢9萬幾件台人對田球嘅情感同認同。